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6月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创世纪17章第1节到27节，希伯来书13章第1节到1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约之子。许多人不能了解为什么上帝不要以实玛利，而是要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，太太撒拉在90岁的时候，自己所生的儿子以撒成为他们的后裔呢？虽然我们知道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所生，但不是共同领受上帝之约撒拉所生。上帝所要赏赐给亚伯拉罕的是从约而生的儿子，而不是从人的作为而生的。上帝赐下割礼的约，让亚伯拉罕以及家中所有的男丁都能够与上帝来立约，这包括了以实玛利在内。所以呢，上帝并不是不爱以实玛利，但事实上呢，他并不是从上帝的应许或是上帝的约而来的。创世纪17章第1节到27节，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，上主向他显现说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要服从我，要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。我要与你立约，使你有许多的子孙。亚伯拉罕俯伏在地上，上帝又对他说：我与你立的约是这样子的，你要做许多民族的祖宗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立你做许多民族之父。我要赐给你许许多多子孙，他们的数目足够组成好一些国家，他们当中会出一些君王。我要坚守我与你和你世世代代子孙立的约，这是永远的约。我要做你和你子子孙孙的上帝。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土地赐给你和你的后代，这迦南地要成为你子孙永远的产业。我也要做他们的上帝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：你也必须遵守我的约，你和你的世世代代的子孙都要坚守，你们当中的男子必须要接受割礼，这是我与你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子孙所立的约，你们必须遵守。从现在起，你们所有的男婴，包括那一些在家里出生或是向外国人买来的奴隶，在出生后第8天都必须接受割礼，以此作为我与你们立约的记号。你们家里的每一个男子都必须接受割礼，留在肉体上的这一个记号，表示我与你们立了永远的约。不受割礼的男子必须从我的子民当中来除名，因为他没有坚守我的约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：你不可再叫你的妻子撒来，她的名字要改为撒拉。我要赐福给他，使他为你生一个儿子。我要赐福给他，使他成为万国的母亲。他的后代将出君王。亚伯拉罕俯伏在地上窃笑，自言自语：100岁的老人还能够有孩子吗？撒拉已经90岁了，还能够生孩子吗？那向上帝说：就让以实玛利做我的继承人吧。但上帝说：不，你的妻子撒拉一定要为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取名叫做以撒。我要向他以及他的子子孙孙坚守我的约，这是永远的约。至于以实玛利，我也听了你的要求，我要赐福给他，使他子孙繁多，代代相传。
他要做12个酋长的父亲，我要使他的后代成为大国。但是我要向你的儿子以撒坚守我的约。明年这个时候，撒拉会生以撒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完这句话，就离开他上升去了。就在那一天，亚伯拉罕遵照上帝的命令，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所有的男子，包括那些在家里出生和买来的奴隶，都施行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是99岁，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是13岁。他家里所有的男子，包括那些在家里出生和向外国人买来的奴隶，都在同一天跟他一起受割礼。上帝是不是排斥以实玛利？其实是没有了哈。上帝在夏甲带着以实玛利离开之后，还差天使来与他们同在。希伯来书也劝勉住在教会的基督徒，应当要彼此相爱，不但如此，更要爱出外人，爱下在监狱的人，要关怀受虐者，尊重婚姻等等的。其实这一些都是跟约的概念是相关的。希伯来书13章第1节到16节，你们常常要有手足相爱之情，要接待异乡人到你们家里。曾经有人这样做，竟在无意当中接待了天使。要记得那一些坐牢的人，好像你们也跟他们一起坐牢。要记得那一些在患难中的人，好像你们也在患难中一样。人人应该尊重婚姻的关系，夫妻必须忠实相待。上帝审判放荡和淫乱的人，不要贪慕钱财，要满足于自己所有的，因为上帝说过，我永不离开你，也不丢弃你。那么我们应该大胆地说，主是我的帮助，我不惧怕，血肉凡人都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你们要纪念从前带领你们向你们传上帝信息的人，回想他们生前怎么样生活，怎么死，要效法他们的信心。耶稣基督昨天、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。不要让各种的怪异学说把你们引入歧途，应当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健全你们的心。不要依靠食物的规律，依靠那一些规律的人并没有得到帮助。在圣墓里侍奉的犹太祭司没有权吃我们祭坛上的祭物。犹太大祭司把牲畜的血带进至圣所，把它当作赎罪祭的献上，牲畜的身体却在营外焚烧。因此耶稣也死在城外，也要用自己的血去洁净人的罪。那么我们应该要到营外去找他，分担他所受的凌辱。在地上我们并没有永久的城，我们是在寻找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该凭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上帝，就是用我们的嘴唇来宣认他的名。不可忘记行善和帮助别人，因为这样的祭物是上帝所喜欢的。基督徒是上帝约之子，就应当按照约来行，来见证主，荣耀上帝。诗篇119篇41节到48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向我显明你的慈爱，求你照你的应许来拯救我，我就能够回答侮辱我的人，因为我信靠你的话。求你使我能够时时讲述真理，因为我的希望在乎你的法则。我要继续遵循你的法律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因为我遵守你的教导。我要向君王宣讲你的命令，我不以此为耻，我要以遵行你的命令为乐。我要喜爱他，我要尊重他，并且喜爱你的诫命。我要思想你的教诲。
感谢上帝赐下恩典赐福，并让我们预约，使我们永永远远可以因为遵行上帝的旨意来归属他而蒙福，成为他的儿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